Hello，你哋大家好，今日咧同大家講一個咧都幾誇張嘅新聞喎。咁其實咧，我睇咗呢個新聞咧都有幾年㗎啦。咁竟然咧，我哋最中意嘅 Sick Investigation 咧呢一個電視台咧又再咧爆一個好震撼嘅新聞啦。咁我覺得佢哋咧做新聞咧都做得非常之貼切啦，亦都係深入嘅，冇任何咧係隱瞞嘅嚇。咁啊，原來喺咧葡萄牙咧曾經有一個律師，咁依家其實仲係做緊嘅，佢嗰個已經定咗罪啊喺法院。咁啊，佢嘅 office 咧係仍然繼續咧係進行中做緊生意嘅。最可怕嘅咧就係咧，竟然每一日咧就有100個人咧喺佢門口度咧排緊隊咧攞飛。咁啊，佢因為係賄賂移民局嘅職員咧，幫客人咧加快移民申請啦嚇。咁啊，之前咧係被法院咧定罪嘅，但問題係咧，依家仍然咧繼續幫緊人咧處理移民合法化嘅案件喎。咁呢件事咧令到人質疑啦，究竟咧葡萄牙嘅移民制度咧其實有幾多漏洞咧？呢個案嘅主角咧係一位葡萄牙律師叫咩？呢個嘅法院咧已經係裁定咗咧，曾經賄賂過咧以前嘅所謂嘅 SAF 咧，依家叫 IMA 嘅移民局嘅個職員，同佢加快處理咧家庭團聚嘅申請嘅。咁啊，結果咧法院判咗佢咧3年緩刑嘅喎。咁我真係唔知點解要緩刑啦嚇。老實講已經判咗刑啦，咁竟然咧係有緩刑嘅事。同時咧，佢需要每年向聯合國難民署咧 ACNUR 咧支付3500歐元，3年咧總共咧係15000歐嘅。就係咧，佢並冇禁止繼續做移民嘅 case 嘅，仍然咧亦都冇咧佢嘅律師嘅license 咧係被攞走嘅，仍然咧係繼續話係自己個律師嚟嘅。到而家咧，佢仍然每個星代咧係大量嘅外國人啊幫佢哋申請居留或者合法移民嘅。喺呢條片咧係睇到咧，佢每一日咧係有條隊咧係非常之長，咁有啲人咧就差唔多5點鐘一朝早咧喺佢門口度排隊。咁點解個移民律師咧咁受歡迎咧？仲旺過咧免費派包啊嚇！咁啊，佢一日咧係俾100至到250張嘅飛仔，而咧係佢哋呢一個 Sick Investigation 咧係探員咧係就假扮咧做移民啦，咁咧就問其實咧係佢哋收費係幾多？咁啊佢答應咧係好快地幫佢咧搞到移民嘅，亦都咧話喺條片咧係報導出咧佢係知道，亦都識得咧移民嗰個人士咧係可以幫佢快啲搞。咁啊，如果可以咁嘅話咧，如果你願意咧，就250歐嘅每一次咧見面，幫你係搞你個文件嚇，所以可以話咧係非常之平。咁啊，根據呢個 case 之前咧，佢嘅個賄賂操作咧就係根據檢察官嘅調查咧，呢個律師同埋 SAF 嘅女職員咧之前咧係因為咧個女職員 Sonia Francisco， 佢會幫某啲外國人咧插隊處理案件啊嚇。咁其實咧同依家咧冇乜分別嘅啫。佢之前被搜落都係咧被定案嘅事咧，依家佢仍然係繼續喺做行嘅。本來咧家庭團聚申請咧起碼要4-5個月啦，依家可以講話咧係等1-2年啦嚇。咁啊，亦都咧佢話會幫你咧透過呢個律師咧可以4-5日之內咧就處理完成喎。想像一下，幾個月咧就變成幾日，幾年咧亦都變成幾日。插隊嘅操作咧，調查發現咧，2016年咧10月咧，呢位 SAF 嘅職員咧，其實做咗71次嘅額外見面，而其中63次咧根本冇係記錄喺個系統入邊嘅，而且有42個申請人本身已經係有預約嘅日期，而佢哋嘅安排嘅提前咗好多時間去處理，即係可以話咧，其實全部都係應該話係中心咧係網上咧佢已經係特定咗你嘅預約嘅時間，但係咧呢位女士咧可以幫你插隊，佢亦都冇入到記錄嘅。咁佢嗰個月呢中間咧已經係幫咗幾十個人咧去插隊。咁亦都咧完全冇理由去插隊嘅，但係咧佢亦都幫到呢啲人安排。咁所以話咧坊間有好多律師啦，喺小紅書啊其他嗰啲網絡咧都話咧可以幫你搞到呢啲預約啊，幫你插隊啊，好快啊，可以你個律師咧就識啲人咧好熟咧，就用呢啲咁嘅手法咯。當然啦，個律師咧好似呢間 case 咁咧，係永遠都唔會咧受到任何嘅法律制裁嘅。咁咧如果即係你覺得可以鋌而走險嘅，咪咁做咯。咁啊，反正做移民嘅人士咧，可能好多人咧都好急切要做，咁就揾咗呢啲不法嘅律師啊，不法嘅手法啦。咁啊俾錢諗住咧可以快啲咧搞到呢件事啦嚇。咁啊呢個案件咧大部分咧都係由呢位律師咧直接提交嘅 Miguel Vigil， 而每一個家庭嘅團聚嘅案件咧，佢其實亦都講當其時咧收得唔貴，亦都係200歐至到500歐嘅啫喎。你話幾抵咧？至於比
移民局咧嘅職員嘅錢咧，調查中發現咧1300歐元嘅現金啦，另外咧仲有500歐元嘅銀行轉賬啦，亦都咧其實咧佢賄賂嗰個員工咧嘅錢亦都唔高嘅，老實講，兩個咧仲喺車入邊咧交換文件同埋現金嘅喎。警方咧仲發現一次咧，佢將400歐元咧放入一個維他命嘅盒入邊咧，交俾對方嘅。法院判斷咧，SAFE 嘅職員咧被判5年緩刑喎，同時禁止4年公職。其實咧係玩嘅啦，緩刑點解要緩刑咧？其實我都唔明嘅。咁佢做咗啲咩事啊？做咗犯咗事啊嘛。咁但係我哋都係要緩刑嘅。咁啊，罪名包括咧被動參污啦、文件造假啦，而律師咧就因為主動行賄咧被判3年緩刑嘅。咁啊，最大爭議性嘅係咧，佢仍然咧係工作緊嘅。呢個人咧，即係可以話咧，賺嘅錢咧係難以想像啊嚇，因為佢每日咧都有幾百個人咧排晒隊，啲籌咧係不停咁攞。咁佢幫人哋答應咧話可以咧好神秘地啦嚇，攞到咧快嘅方法咧去登記嘅，或者咧係可以攞到入籍嘅喎。咁你話幾犀利呢個律師？咁啊，當然呢個台咧，就做咗一個好詳細嘅調查啦，喺入邊咧就問咗其他嗰啲移民人士啦，點解要咁做啦？點解揾佢啦？因為佢個個都話咧，聽講咧呢個律師咧好犀利喎，好似咧有神力咁樣咧幫你咧，可以攞入籍啦，就好快嘅。咁咧差唔多咧係膜拜佢好似個神咁啊嚇。咁啊，最大嘅問題咧，其實咧係反映到咧，葡萄牙嘅移民制度咧一直存在好大量嘅漏洞啊嚇！以前有地址登記造假啦，我遲啲會做一條片咧講關於地址登記造假啦，或者咧 manifesto de interest 呢一個例咧係被濫用嘅，假工作合同啦，通通都係。咁而家咧又出現咗咧內部人員咧幫人插隊加速申請嘅，當制度漏洞太多咧，自會係申請一個咧生產線啊，或者所謂嘅灰色產業線。如果咧打算咧係移民喺葡萄牙咧，一定要記住咧，唔好相信任何可以幫你快啲嘅承諾。咁咧，如果有人話咧幾日就可以幫你搞掂身份咧，通常咧就要特別小心啊嚇，因為最後咧受影響咧永遠係申請人咧。咁你個 file 咧被 reject 咧，你從此以後咧都唔可以去歐盟咧申請移民嘅。咁呢個咧就歸你啦。咁啊，唔關呢位律師事嘅。今日呢條片咧就講住咁多先。如果中意我哋 channel 嘅話咧，就俾個 follow，俾個 like，對記。